TFSA 究竟應該點樣用，同埋入邊有啲咩嘅隱藏功能，可能你哋又唔知呢？今日拍一條片同大家講下。Hello， 大家好，我係希文，溫哥華嘅理財顧問。我相信咧，呢排好多嘅會計師啊、CPA 都會比較忙，因為咧忙報稅啦，幫客人報稅啦，幫好多加拿大人去報稅。咁但係咧，亦都有某部分嘅加拿大人咧，可能會係自己報咗稅啦，或者好早已經揾咗 accounting，咁開始報完稅咧，分分鐘咧有啲已經有稅退咯，或者有啲係點咧？有啲嘅朋友除咗買 RRSP 啊，或者係 ACP 之外，亦都會有啲多餘嘅錢，咁當然啦，有多餘嘅錢，好多人都會第一件事會問啊，希文，咁究竟如果多餘咗嘅錢，我又唔想使咗佢嘅時候，可以擺去乜嘢嘅戶口入邊呢？咁當然啦，一定會同你哋講係擺去 TFSA Tax-Free Saving Account。咁今日咧就拍一條片同大家去簡單去 recap 翻點解咧你要將啲錢擺落去 Tax-Free Saving Account 度，同埋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喺 TFSA 入邊咧，原來咧有啲隱藏嘅功能，你哋可能都係唔知嘅喎。今日拍條片同大家去講解一下。講解之前，記住啦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咁首先講下啦 ，Tax-Free Saving Account TFSA 第一個咧，好多人誤會咗嘅嘢就係，呢個係乜個 saving account 咧？呢個 saving account 我有多餘錢，我就擺咗喺呢個 account 入邊，咁就已經搞掂晒嘅咧？咁當然係錯啦。咁可能嚟得耐少少嘅加拿大人啦，或者喺本土出世嘅加拿大人都會知道啦，就係 Tax-Free Saving Account 入邊咧係可以做唔同種類型嘅投資，我哋話係 qualified 嘅 investment。咁主要有邊幾類咧？有定期啦 ，GIC 你可以做股票，亦都可以做基金。咁基金可以去銀行做嘅互惠基金啦，或者保險公司嘅隔離基金，或者叫做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嘅。咁當然啦，每樣嘢咧都有佢嘅優點啦，同埋我都話缺點啦，都可以話缺點嘅。咁可能好簡單咧，逐一同大家講下。咁首先講咗定期先啦，好多人都會諗定期。咁定期咁有乜嘢唔好呢？定期其實嗰個唔好處係因為佢個回報率偏低，除咗過去嗰2年因為央行加息加得好犀利，所以你嗰個嘅 GIC rate 可以攞到好高之外咧，喺正常嘅經濟環境下咧 ，GIC 其實係唔會有一個好高嘅回報率嘅喎。咁所以啦，同埋另外一樣嘢 ，TFSA supposedly 係一個比較長線嘅投資，咁但係你擺咗喺度俾你免稅，但係一個比較低嘅回報率係咪唔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咧？咁當然啦，除非你話唔係喎，希文呢筆錢我可能1年後、年半後要攞出嚟嘅，咁可能咧就擺落去個GIC 度，我覺得都幾 make sense。但係你話唔係嘅，諗住去儲錢長期嘅話咧，咁其實我建議咧咁，就最好唔好攞嚟做 GIC， 可以做其他嘅選擇啦。咁另外啦，可能香港嚟嘅朋友啦，第一件事諗到就係，哇，咁不如免稅啊，買股票啦。買股票係絕對得過，冇人話 TFSA 唔可以買股票。但係有幾樣嘢大家要去留意嘅就係 TFSA 入邊雖然可以俾你買股票，但係唔可以做一個太頻繁嘅交易，個 frequent trading。點解咧？其實每一年咧，有啲嘅新聞啊、個報道啊都會有講啊，稅局咧就去 check 翻某啲投資者嘅 TFSA 戶口，就 check 到佢哋話原來咧邊個你喺個 Tax-Free Saving Account 入邊咧做一啲比較頻繁嘅股票買賣，咁佢就當咗你咧呢個 frequent trading 啦，係當 business income 嘅，係會罰款啦，同埋咧你入邊賺到嘅錢咧係要當 business income 100% 咁樣打稅嘅喎。而最大一個問題就好多人都唔知道，你就算今日問我都唔會俾到個答案你，因為稅局根本都唔會俾個答案你，就係究竟你一個月、一個禮拜、一年、一季 trade 幾多次先叫做頻繁嘅 trading 咧？其實係從來都冇一個準確嘅答案嘅。咁所以咧，如果真係用 TFSA 買股票嘅朋友咧，咁你自己就要小心啲啦。咁其實最簡單一個 no 嘅形式就係，如果你日日都 trade 嘅時候，咁當然呢個一定係得啦。咁另外啦，比較多人做嘅就係咩咧？就去做基金啊。咁當然你係可以去銀行
買互惠基金或者付保險公司買隔離基金或者買呢個保本基金嘅，兩者其實有啲相似，咁但係咧當然啦，喺保險公司入邊咧有一啲嘅保障啦，咁所以咧係有少少嘅 advantage 嘅，咁但係唔講一啲嘅特別嘅 function 先，講翻如果喺基金入邊咧，大家都要留意翻有兩類型嘅基金，其實都有分兩種嘅，一種叫做 active manage， 一種叫做 passive manage， 咁兩者有咩分別咧？其實個名已經講咗出嚟俾你聽啦。就係如果 passive manage 嘅時候咧，可能咧比較多發生喺銀行度嘅，咁其實佢就會推出一啲嘅基金啦。呢啲基金基本上就係 track 住假設如果係一個index fund 嘅或者係個 sector 嘅 fund 嘅，佢淨係買嗰類型嘅 sector 啦，或者個 index 嘅股票啦。咁但係入邊咧唔會有人去主動地去幫你做買賣，去將個價去 actively 咁去提高嘅喎。Active manage 應該係我會比較建議咧，就係除咗你話有可能係銀行嘅 advisor 啦，或者好似我呢啲獨立嘅 financial advisor 去幫你俾意見，去幫你揀一啲適合你嘅基金之外咧，嗰隻嘅基金亦都會有一個基金經理 fund manager 去同你去做一個 active 嘅 manage。當然啦，亦都係咪話每日咁樣去 trade 咧？咁其實之前咧，希文都有同一啲嘅基金經理去見面啦，去食個飯。咁去傾偈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話啦，一年365日入邊有差唔多200幾日係 trading day。佢200幾日入邊咧，其實唔會每日都 trade，因為正常情況下咧係唔需要每日咁樣 trade。咁但係其實可能佢話，如果 active manage 嘅基金咧，可能其實4到5日去 trade 一次，有啲甚至乎可能係2-3個禮拜或者1個月有嘢需要變動佢先去會做一個買賣喎。如果唔係嘅話，基本上咧就唔會話每日咁樣去做買賣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喺 TFSA 呢個戶口入邊，千祈第一樣嘢就唔好誤會呢個嘢就係一個普通嘅 saving account，其實咧係應該攞嚟投資啦，同埋個人意見咧應該係做一啲長線嘅投資嘅。最好嘅就係做基金啦，呢個咧係一個比較穩陣少少，同埋個回報相對或者時間上面你要花嘅時間咧，相對都會少啲，咁回報亦都有機會係做到幾唔錯嘅回報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講下 TFSA 嘅隱藏功能啦。除咗大家都知道喺呢個免稅戶口入邊做一個投資賺到錢係唔需要打稅之外，你哋又知唔知道其實可以喺個 tax-free saving account 入邊將你個配偶寫成係一個 successor holder， 一個承繼人咧？因為我哋好多人都唔知道嘅就係你嘅呢個 register 嘅戶口入邊咧，你係可以將你個配偶寫成一個嘅 successor holder， 一個承繼人。咁個好處係咩咧？個好處就係假若個 account holder 過身嘅時候，正常情況下呢個 account 當然要 close out 啦。但係如果呢個 register account 入邊你有寫 successor holder 承繼人嘅時候，你嘅配偶其實就可以繼承你呢個戶口。咁當然啦，有啲嘢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咩咧？佢唔可以再擺新嘅錢入去呢個 TFSA 戶口入邊，但係假設兩公婆每人都有10萬嘅 contribution room 做緊同一類型嘅投資，可能去到其中一方真係身故嘅時候，兩個嘅 TFSA 戶口入邊都有15萬嘅時候，有寫承繼人嘅話咧，另外嗰個咧係可以承繼嗰15萬嘅 TFSA 戶口啦，唔使 close down，唔可以再加錢落去，但係嗰個戶口可以如常操作去做買賣嘅。咁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啦，因為咧，如果呢個 account 你冇寫 successor holder 嘅時候咧，咁嗰個 account 就會自動去 close out。咁你如果係配偶嘅時候咧，你咪少咗一半或者多，你將會多咗1倍嘅一個免稅嘅投資嘅戶口啦。咁但係如果你冇寫呢樣嘢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戶口就 close 咗，咁就以後都冇咗呢個 room 噶啦。咁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嘅喎。咁如果想睇下自己有冇寫 successor holder 有呢個承繼嘅時候，當然啦，可以問翻你嘅顧問啦。再唔係嘅話，你可以問我。咁咧，譬如可能你帶翻個 statement 啦，或者我哋去做一個簡單嘅諮詢，去睇翻其實你而家呢個 TFSA 嘅戶口啊，做緊嘅嘢啱唔啱咧？做緊咩類型嘅投資啦？係咪適合你啦？風險高唔高啦？回報率係唔係你想要嘅一個 expect 嘅回報率咧？同埋有冇啲一啲嘅 admin 上面嘅嘢，好似頭先講啦，承繼人啦，有冇寫承繼人喎？
或者好簡單啦，如果你想知道關於多啲近排咧，其實2025年啦，3個幾4個月咧，好多人都會問啦。而家經濟狀況又上又落，近排仲要跌得好犀利嘅時候，究竟個投資方向應該係點咧？應唔應該投資咧？如果要投資投去邊度咧？咁其實咧都可以同我去做一個簡單嘅諮詢。咁我咧可以同你分享一下我喺呢個專業範疇入邊咧，俾到一嘅專業意見你哋嘅。甚至乎如果係大家係對一啲嘅保險上邊啊、投資上邊啊、稅務上邊啊，任何問題咧，等等都可以 comment 啦，或者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咧，樂意為大家解答問題嘅。我係邊個？我係希文溫哥華嘅理財顧問，下次見。